然后这里，讲的把这地区的，这是往去了提升，新村那些种，这是讲对呀的，这样的礼物，对呀，告诉他，要么走些呢，或者杀开讲些，当然讲到这个里头，才是讲这里去。我呢，常年就在缺的这些一点呢，礼物对我说那么对呀，而且离的他跟那样的南京个老毛来呀，这个门，或者这上面我没有住的了。台哪里要的，江南哪里要的，日本里要的，越南的话说什么来着？西日朗个到，台湾第一样到这个来下个区域到，像现在像这个下边要的呢，我差不多。这个几个都考，把它拿差不多，准备进入，这个把它没有差不多要的，这都是的。工作收入的就是，这个就是说是，这是商业上的意义上，工作收入的就是这个就是，这个是商业上的意义上，到其实。商业性质也一送些呢，其实看了嘛那些，但你的程度，强就生活两人去啊，第一希望人的东西到了大钱呢，对，但你的程度两人是好的，对其他干什么的？特别喜欢那些俺的小呢，强就生活东西到。他强就生居住实地的休息要做，但是现在他们在杨大桥嘛，现在商业的面对考呢，台湾台中都是现在升级大学，等着台湾说升级熟悉有升，我说那些强就生的，特别学校的东西到这些的，对你的程度上等的，我在看上是。他可能假如是老么差的要的，假如是我呢，你这些强就是说东西到了，两人提出是个要的，我看上去他在这些前面强就是生到东西到了呀，他两人各种日头不行，他扩大起小啊，谁干什么的？